洋菜，洋这是什菜，么？芹菜，这是什么？青菜。恭喜大一代！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31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今日开始，咱来关心私婚案上新的进展。北检昨昏第2摆派检察官去询问有买婚的人，目前知影有82个人自问买婚，案情可能会继续向顶悬烧。总统有说明现阶段私婚案凊彩进行，因知影有82个人买婚，其中一人买1000多条，另外8组买1200多条带货爱调查，拢总将买9800条的人，除了消费者买花5000条，公安局甲县治部嘛伫内底。初步确认，本府跟国安会并无政务人员、机要人员来参与上述的免税烟品购买。北检第29、精神23下订婚的公安局人员甲司机了后，35个检察官各一摆到公安局1临时侦查庭方式讯问44个嫌人，拢总讯问67个人，再嘛到关务署台北关侦讯迄天35个相关新办人。我们尽快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当然查清楚事的依据，当然是以这个证据嘛证据为依据嘛。按照执行总统选举任务纪录摆黄主管30接受广播专访，本着选举敢若告总统无买免税商品，都算已经道歉，也是引起港会界民进党立委反弹。在飞机上，他们多多少少都会买一点。所以总统捐赠的免税品可能会准备的比较多一点。确实。那总统有买吗？好像全机就他没有买。至于是亲自要去提告，或者是委由律师提告，我们还在研究当中。甚至呢，其他委员也有可能要告的一个做法，所以搞不好会揪团去告哈。国民党团也继续出招，公布蔡英文政府的政治后下名单，批评蔡政府用人加看实水，无看专业。有国王林马单局林佳良派系假生花行，才出现私婚案。这个事件却显露出民进党执政3年来绿营盘根错节的大胆人事酬庸、派系分赃。继续清查团共名单中的人名大户，希望用笔迹精性调查疑点，北检未来有可能传唤花行董事长谢世谦，却向调解前资深副总罗亚美、前空兵部副总邱忠信，毛案情继续向顶头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关送中示威，即马情势是愈来愈紧张。昨暗有2位警察署互几啊百个人包围，警军到半暝啊拢无散。警方强势赶人，喷胡椒水，也当成吓惊民众。双方爆发冲突，民众嘛向警方结石头。这是充满争议的画面。这个卢光头的警察手提雷明灯线大枪，30暗时10点左右，枪支入枪讲了后，无张无弛，直接2解上阵示威者，警告的意味真高。准讲伊真正开枪，效果不堪设想，因为伫咧开创警署外口，是有几啊百人聚集伫咧遐。警
警署外口的一段开冲道，最后往荃湾方向的三条车道拢去互占去。警方看无包围的群众离开，就继续增加资源，也开始清场，向民众也呼叫粉座的呼叫水。警察甲民众起卡动手，示威的民众也向警察捡物件。示威者即天主要是要声援28礼拜日伫咧港岛中西区去互警察抓走的49个人。根据了解，因即阵去互压伫咧开冲警署，被抓走的49人内面有45个今仔日会去互起诉，其中14个被指控暴动罪，另外一个是被指控有藏攻击性的武器。声援咧现场乱吵吵。那伫咧天水围警署这边，一点仔也拢无平静，有人坐伫咧轿车内边，伫咧今仔日透早时向群众牵烟火，造成真侪人受伤。现场的民众是为着要声援几个少年仔，因伫咧协助清理连拢壁时，去互经过用路人指控因拍人，因怎去互带到警署，几若百人包围现场，一直到今仔日透早。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运动愈来愈激烈，公务人员是无法度搁再结点，因按算伫咧这个拜五要组织，甲民众同心做伙行，而且一直到后礼拜一，逐工都拢会有示威活动，还佫有人号召全香港罢工，还佫有大塞车2.0。不过有风声讲，到时警方会出动水炮车将民众护走，3早有水炮车开起来青山公路进行路面测试。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局势愈来愈紧张，因为中国的国务院港澳办开记者会回应反送中运动，颠倒夜叉天火烧，即马火愈烧愈旺。昨已经有香港人伫几个地铁站发起唔合作运动，阻挡车门关起来。公务员嘛按算即礼拜五下班要出来抗议，有人就后礼拜一全香港大罢工。香港的青少年穿乌衫，在一个车厢甲月台中央，车门拍开佮关起来，现场的状况是乱七八糟。透早8点左右，示威者发起港铁无合作的运动，趁上班时间，伫条经岭站、北角站，互运输卡掉咧袂顶袂当，列车是超过1點鐘，攏無法度出發。你覺得有冇受到影響呢？梗係絕對有啦。點解嘅？咁你中意咁樣翻工咩？你中意咁樣過生活咩？又唔出得街，又唔想出街，又唔整咩？但係你要翻工就要翻工㗎嘛。I have a meeting at 10 and it's 8 a.m. now. I think my work and meeting could wait, but our freedom, safety, and human rights are taken away, and that can't wait. 乘客有的人认同，有的人反对。港铁尾也派免费的巴士来甲因接，而且公布月台面顶的紧急指令，共跳过一次76届，车厢内底有74届，造成现场乱七八糟。部分人士想表達意見，但對於佢哋嘅行為令到列車服務受阻，影響其他乘客，我哋表示遺憾。香港民眾從6月份開始大規模抗議倒反條例修法，外界原本正關心抗爭敢會對香港政府宣布暫停法案怎來結束。不過7月2日，港鐵元朗站發生被殺人的拍民眾的事件，還有27、28元朗的上環集會了的經濟現場，互警民的衝突愈來愈重。香港政治秘書長吳志峰佮傳達一張民眾去催淚彈燙到規支手攏澎湃的相片，互伊感覺真唔甘。而到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第一屆回應反送中示威，不過佇學者看起來，記者會面頂講的話，甲進前看起來根本就無啥物無共款的所在。我之前已經說了，就是不能期望這個港澳辦這個記者會有什麼突破性的一些說法。記者會的目的呢，都是這是問題，向這些人表達一些訊息，就是這麼簡單。有評論認為，記者會是派級數較低官員的出面，意思就若像公布要予特首林鄭月娥滅主，而且香港民意研究所佫一擺發布上新的民調，林鄭月娥的滿意度佫破紀錄，滿分100分，敢若剩30.1分。反送中抗爭無因為港澳辦的回應怎來變好，公務員嘛擋袂牢啊！伊加要佇即禮拜五集會，甲民眾做伙，而且一直到後禮拜一，逐工攏有示威活動，佫有人號召全香港大罷工，還佫有大塞車2.0。不離個出團出講，警方會出動水炮車來甲人趕走。7月30日天，水炮車是駛去哩青山公路來進行路面試驗。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甲鄉親，咱來去現報紙，咱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咱先來看聯合報。去年5月份，新北市三芝一間護理之家，一個60歲的阿公想要食粉紅拒絕，互照顧警官用棉鎖仔甲伊綁起來，伊想要走，點火燒鎖仔，結果家己燒死。
检调认为，两个照顾人员甲护理师有责任依照过失定死罪起诉这3个人。来看《中国时报》。台东地方法院民事庭法官郭玉玲在判决书内底6摆批评伊的同事判了无好，法官并甲委员会认定，伊甲判决书当作家己写心情的工具，威胁重大。郭其上监察院嘛建议提掉伊法官的职务。来看《苹果日报》，防立做冰柜的台湾飞狐，2009年捌防伫咧龟山岛发现，大约有20只左右。前几天啊，佫防翕到3只。而且3点钟内就发现20摆，无排除即马已经伫咧龟山岛生炭，行顺运动啊。当啊病毒71型重症病例，即马伫咱国内佫新增加2例，一个是伫咧北部7岁的查某囡仔，一个是中部也未到肚子的查甫婴。即马咱国内的医学团队嘛真拼势，当地开发预防车，上紧伫咧明年会当上市。当啊病毒疫情继续传出，疾管署搁再公布2例并发重症的病例，一个是住伫北部7岁的查某囡仔，搁有一个是未满1岁住中部的查甫囡仔，2个人拢并发脑炎，住入去加护病房，治疗了后拢出院。女童的部分呢，她是在发病后的隔天开始有出现一些嗜睡，然后走路走不稳的这个情形。那男童的部分呢，是在发病后的第3天开始有一些肢体无力，然后跟就是意识不清的这个状况。当啊病毒会遐尔严重，是因为伊主要是经过粪口方式，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喙含鼻仔的分泌物、喙烂等方式为人。所以病毒会伫肠仔内面初步生炭，佮炭到规身躯，严重者会造成脑炎，甚至讲死亡。台湾捌伫1998年爆发头一波当啊病毒严重疫情，迄当阵就有78个囡仔因为感染当啊病毒71型并发重症死亡。国内的医学研究团队自1998年开始研究当啊病毒71型，到这阵已经互死亡率降到2%。目前国内对于肠病毒71的处理呢，大概都已经标准化了，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不太容易再造成死亡，除非是真的送来太晚了。台湾嘛即将要推出国产当啊病毒71型疫苗，目前国内已经有2间药厂咧进行第3期疫苗的临床试验，若是进展了顺利，上紧明年就会当推出。我们的国家可能需要讨论一件事：我们的疫苗如果多2家都出来以后，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小孩要全部？那这个我想也早日应当要有一个对策出来。不过医师嘛讲，当啊病毒每1年拢有病例，头一波伫热天，第2波伫9月开学前后。虽然当啊病毒71型的疫苗特别伫台湾上市，但是其他型别的当啊病毒有原伫咧，甚至讲佫有可能出现新的型别，所以国内的感染控制能力嘛是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根据 CAS 肉品规定，咱国内青鸡肉爱写清楚当时生产的、当时到期。严格政府对一寡进口的鸡肉所拢无一款统一的标准甲规定，引起国内饲鸡业者不满，要求进口鸡肉嘛爱做回关制。伫卖场咧卖的国内新鲜鸡肉，包装顶悬清楚标示制作日期和有效期限，符合 CAS 肉品规范。即马有国内饲鸡业者甲农委会甲食药署申请，希望要求进口鸡肉嘛爱统一标准，标进口产地、屠宰日期和有效日期。但它解冻之后，却没办法让消费者了解说它的出厂日期是什么时候，也就解冻完了嘛。那这个是目前存在台湾的消费者对进口鸡肉最大的疑虑就在这个地方。屠宰工会表示，国产鸡仔对鸡槽出厂就直接标日期，认为进口鸡仔嘛应该比较办理，保障消费者权益。国产鸡依照 CAS 规定，有效期限冷冻肉保存7天，冷冻肉保存1冬。但是目前国外进口的鸡仔有效日期拢业者家己标较济，国内饲鸡仔业者要求明定进口鸡标示产地、包装日期和有效日期。禽肉行销协会是认为屠宰日期真歹对数。包装的日期我就包装日期要标。还有就是我的有效日期要标，那个屠宰日期就不标了。目前农委会接受业者申请偏向统一明定规范，但是主管机关卫福部食药署是表示，爱搁再建议。希望食药署也要求这个店家能够特别注明他使用的鸡肉的原料，这到底是国产还是进口？像日本啊、欧盟啊、这些国家目前是都还没有相关的规范，因为有效日期也有可能受到接收环境的一些影
响啊。食药署表示，因为进口肉品保存环境无共款，即马有效日期要求业者家己规范，而且目前附近的国家日本、欧盟嘛拢无相关的规定，会搁再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要提醒乡亲，伫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增强变作轻度风态趋势，不过目前对咱台湾也无直接的影响。咱来看今日的分图，今日因为太平洋高压较强，所以台湾各地外岛大部分是好天到多云的天气。过到了后，伫咧中南部、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伫咧台东、恒春半岛，因为吹东南风，规工不时拢可能有落局部短暂阵雨机会。温度方面，今日同款是真热、真烧热，各地高温拢伫咧33度以上。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的平地有机会到36度。单纯伫做网络银行，稳准设立的名单，即马政府公布啊。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是开记者会宣布讲，要来由 Line Bank、乐天银行，还有将来银行这3间摕到牌。顾立雄嘛讲，按照韩国的经验，上近8个月了后，每年民众就会当使用。新查5个月，台湾走向纯网络银行的时代。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宣布 ，Line Bank、乐天银行、将来银行都摕到纯网络银行的执照。连线银行，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社群媒体。那所以它所表达的目标客群呢，就是 LINE 的社群跟 LINE 的生态圈的使用者。将来银行等于是一个它的大股东就是中华电信嘛。乐天银行的部分呢，它目标客群是说是35岁到50岁的白领阶级。金管会去年正式开放台湾设纯网络银行，迄当阵3间业者有意思，资本决议发出2张执照，结果因为虽然有不同款的优势，3间拢被选掉。参像比讲是国家队的将来银行，是由中华电信和公股银行调峰专联新工开机联手出击，沟通结果有关股在内，阁有中华电信的资安能力，以及上千万用户，真受台湾民众喜意，而且有2100万用户的 LINE 是选择和台北富邦银行、中信、联邦、渣打结合。伫日本已经成功有纯网络银行经验的日本乐天银行，是找股票金控进行合作。顾立雄表示，纯网络银行无实体分行，只有找出创新客户服务的方式，才会当和传统银行竞争。但是伊嘛强调袂当抢收雄。纯网银在一些业务范围内，因为它没有实体的分行，所以它当然有一些成本会相对来讲会比较低。就是说它不计自己的这个资金成本、营运成本、合理利润等等，不太能够允许进行所谓的掠夺式的竞争啦。顾立雄强调，因为纯网络银行是大量运用网络系统管理、资安和个人资料保护更加重要。只要风险控管了好，国际上相关的纯网络银行业务拢会当建议比较开放。但是依照韩国的经验，近18个月，上班20个月，就当看到台湾纯网络银行正式上线。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店面贵松松，但国内银行的分行是一间一间在关，所以即马有出现加拿大网络的银行无店面呢。学者就认为讲，这款加拿大网络的银行一定爱做出别人无的服务，安尼人客才会市场。打开手机的应用程式，只要输入基本资料，搁再传相关的证件资料了，民众免走实体银行，就当完成银行的开户贷款。平时人太多，就是网络上办比较方便。如果不小心网络被盗用，或者是 ID 被盗用，那基本上就会有一些财务上的损失。纯网络银行上早是自英国、美国开始，因为这个国家所在跨真侪偏远地区的自动柜员机甲分行无普及，所以透过纯网银服务，台湾纯网银开始了，除了改变过去民众对银行的印象，也影响金融市场版图。因为是经由网络行动装置的 APP 进行，无实体银行无时间限制，随时会让使用，缩短走流程审核的时间。尤其是金融科技时代来临了，国内每一间银行除了有网络银行，这几年也有数位银行品牌，拢影响真侪银行的分行作业到期了无搁再续约。金管会统计，分行数已经自2014年的3460间，降到今年5月3398间，连续5年下滑。分析师认为，在市场竞争下，纯网络银行初期若要吸引人客，一定要拍价小战。
它必须要先抢占市场规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一定要先从所谓的提高利率来拉存款户做一个基本的 base， 然后呢，再来就是压低它的放款利率，还有减少它的手续费，这些的价格竞争，还能吸引到第一波的新客群。不过分析师也讲，介绍竞争的模式抢人价，不是好的长期策略，是让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开发创新的产品，甚至是结合电商，增加用户的使用度，才能帮助产业正向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上要紧一条上新的消息，这是外国媒体曝光，北韩伫咧台湾时间今日透早4点外，佮发射几若粒不明的飞弹。南韩军方表示讲，有去注意到这件代志，会继续维持战备状态。因为北韩2号才打发射2粒新型低程弹道飞弹。NHK 是分析讲，北韩这一摆应该是针对8月初5后礼拜1的美韩联合军演的抢声。继续关心美中贸易战，总算日展开新一波的谈判，也毋过香港反送中运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声援香港。毋过即马中国的外交部随应讲叫美国莫插手较好，这敢会影响到两边的谈判，嘛引起关心。美中贸易谈判为5月中停止了后，昨总算伫上海召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今将伫上海西宾馆正式举办。中国即摆谈判特别家己鹰派商务部长金山进前捌表示，美国引起贸易问题，中国爱发扬斗争的精神，坚持维护国家甲民众利益的坚盾，更加上华为问题并无解决，搁香港反送中问题，来影响即摆美中贸易谈判进度。What would be the U.S. response if the Chinese were to send military into Hong Kong to put down the protests there? Protest is appropriate. We see thi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am confident there'll be protesters when I drive through the building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oday. And we hope the Chinese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with respect to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that are in place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0出席伫华盛顿经济座谈活动中，搁一摆声援香港反送中示威，希望中国会当做正确代志，尊重甲香港有关的协定。中国外交部嘛随对蓬佩奥呛声。我想，蓬佩奥先生他显然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可能会认为香港近期的暴力活动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毕竟是美方的一个作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蓬佩奥恐惊是把家己当作社会负责人，强调美国应该知影香港是中国香港，美中贸易战强要爆发，外界大部分无看好即摆当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昨个伫推特警告北京，卖想要拖到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了后，若是连连成功，谈判会更加强硬，甚至无达成任何协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就会想到红灯区，真侪观光客真好闲，会去遐佚佗，人多，犯罪问题就多。当地政府即马决定讲，自明年元旦开始，要全面禁止团客去参观。性工作者穿甲有够辣，坐伫咧闪闪闪闪霓虹灯内面的赌场等人客上门。Amsterdam 合法的红灯区是世界出名，真侪人来到这拢想要去红灯区看卖。不过游客来到这一直上赌场内面的小姐，唔来封界因做工课，也互因感觉无去互尊重。另外，这红灯区内面的pub也愈开愈侪间，啉酒闹事的代志也定定拢有。地下枪击甲人口走私的问题也愈来愈严重。女市长 Phil Hasselman 决心要来整顿。提出4大方案：第一是用玻璃啊将赌场炸起来；第二是将一寡赌场选去其他所在；第三是将红灯区关起来；第四成立性旅馆，将地下枪击合法化。当地性工作者工会领袖讲，真侪人支持开性旅馆。We did a research among 170 sex workers, which is show very clearly that 93% of the sex workers do no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the red red district. 伫咧红灯区专门洗人赌场的爸仔囝，因已经洗27个赌场出去。因讲Amsterdam的游客愈来愈多，造成真侪负面的冲击，确实需要好好啊整顿一下。Well, Amsterdam is a small place, and lately it has been way too busy here in the streets. So yeah, in terms of making it more safe and making it better, and as you said, crowd control, there has to change something.
最近当地居民、店家、性工作者甲官方特别针对市长提出的红灯区方案交换意见，各方将会伫9月份搁一届协商。那即阵会当肯定的是 ，Amsterdam 伫明年正月初一开始，全面禁止有收钱或者是免钱的红灯区观光导览行程，希望恢复性工作者应该有的尊严，也改善大量观光客入来市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京都动画红棒火烧，造成60多人死伤。即马传出好消息，在办公室1楼的电脑 server 无去大火烧着，嘛无互拍水的水去伤害。经过抢救，一寡作品即马拢有捡回来。白色木棚内底来追悼的民众，甲买来饮料甲花放伫桌顶，为牺牲者默哀。日本京都动画18号发生嫌环放火，造成超过30人死亡的惨剧，到即马已经要2礼拜啊！在日本国内甲国外支持者捐钱甲加油之下，即马总算有好消息传出来啊！1階にあったサーバーは焼損を免れ、一部の原画などのデータが残っ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データはすべて取り出せたということで、整理した上で今後事業の継続に生かしていきたいとしています。失去真侪优秀员工的京都动画，29号嘛伫网站面顶用日文、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文、加德文拢总6个语言发表声明，表达对支持者的感谢。社长是真感性的讲，各位心意对大力甲黑暗抗争的咱来讲是无法度代替外壳。未来依然会制作充满梦想、希望甲感动的动画。另外，警方嘛继续调查嫌犯青叶真司放火的原因，因为嫌犯嘛伫火灾内底受伤，佮无法度侦讯，敢若会当根据看到事发的人的讲法来进行调查。俺の作品をパクったんだみたいな。社長とにかく社長呼べ言うてた。嫌犯有可能是作品互人抄起而放火犯案，也过经过京都动画确认，公司捌举行的目前小说的库内底，并无找到嫌犯的作品。警方敢若会当搜索嫌犯的徛家，甲找到所有甲京都动画相关的物件，甲技术创作用的古纸，拢早都登去调查。事发了后，为全球各地来募款，嘛已经超过10亿个日票。京都动画表示，这钱会用在罹难者的家属、伤患甲公司的中间面顶，未来嘛会公布内容。互捐钱的人了解钱的用途。记者陈世彤报道。罗夏今年成功举办世界杯了后，即马继续在拼观光。除了简化签证的流程，业者嘛继续开发特别的旅游行程，要来吸人客。2018年罗西亚世界杯卡球赛吸引全球注意，毛真侪观光客来到这参观这个有真大土地甲丰富文化遗产国家。世界杯结束了后，罗西亚政府继续拼，目标定在2035年将旅游收益翻倍，达到250亿美金，进入世界前10大观光国家。И предполагалось, что в 2019 году прирост будет порядка 20%. Ну, к сожалению, мы пока такой картины не наблюдаем, но туристов все равно больше, чем было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В пределах 10% это то, что мы можем сейчас говорить п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итогам сезона. 对罗西亚来讲，想要变做观光国家挑战未少。当局当年用在观光预算严重不够，甲乌克兰、叙利亚当年一直有冲突，嘛互罗西亚形象无好。互观光客感受更加直接的，阁有真歹新鲜签证、现代化环境报告，甲真无利便交通。为着解决问题，罗西亚政府将签证流程简单化。今年10月推出一趟互旅客伫圣彼得堡周边停留8天的电子签证，安尼为7月开始无绿色签证，互旅客会当去加里宁格勒观光。安若去海参崴电子签证，台湾冇伫使用名单。另外，一方面，观光业者嘛配合推出特别行程，亲像极区的顺路旅行、体验坐苏联战车，或者是伫巴士彼得大的宫殿待一暝。去年有2500万旅客来到罗西亚，主要是真苏联地区甲中国来的。即卖罗西亚准备吸引更多国家游客。记者综合报道。草药案产品，毋那干那咱介意，美国人嘛真介意，不论是食也是用的，拢真受欢迎。伫美国，这款产品的市值就有45亿美金。用 rosemary 迷迭香做的香水，伊内底成分是真的也是假的？伫咧英国这个真出名的食物园 Kew Garden 实验室，就会当验出来。 We first want to separate them in the machine and then identify them. And the machine tells us what is exactly this molecular weight. And when I get this molecule and I break it in pieces, it will tell me like as a fingerprint.
根据零售业分析人士估计，在英国92%的食物性食材，差不多拢去予2200万食素的人食去啊，显示全球草仔类相关产品的市场，无论是食的、用的，最近是发展甲愈来愈好。啊，这干仔内底是毋是真正受外口大纸标示的成分？消费者也想要知影真相。The needs from different customers is actually more than the supply. And that's when you sometimes get substitutes. Now, some of those substitutes could be allowed, or you get material being adulterated, which is not allowed.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报告指出，愈来愈多使用杂类产品甲健康食品的人，无将量准抓好，身体恐惊会出问题。It's not only is the identity right, does it contain the ingredi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at particular use? So is it from the right part of the plant that should be used? Has it been prepared in the correct way? 大麻也属于杂类的食物。今年6月份，英国有一份甲大麻医疗的研究指出，为大麻提炼的大麻2酚 CBD， 在2025年进前，市值会达到10亿英镑，差不多是这阵全英国草仔类供应市场的总值。这阵各国法律对大麻2酚这种定位较无清楚的草仔类食物，因的规范是真歹界定。不过，伫 Kew Garden 的实验室会当用质谱仪来分析，就亲像运动员去检验是毋是食药的定数共款。未来希望会当将掺在食品、饮料、奶制、香料内面的草仔类成分，甚至是中药材的特性，拢做一解无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7月29昨日是世界虎日，也毋过全世界虎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伫亚洲也有 Russia 可能只剩3900只尔。也毋过印度呢有公布4年一摆普查，因4年来野生虎的数量有增加33%。伫德国柏林的动物园，8月初4要为园区内面4只苏芬达拉虎仔囝举办一回生日会，伊拢是用要坐种的虎仔种，因为栖地减少，所以将虎安搭伫咧动物园保育，伫未来会愈来愈重要。目前全世界野生的苏芬达拉虎差不多剩500至600只，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遍布伫亚洲和俄罗斯的野生虎差不多3900只，啊，毋过因为中国爆发非洲地震，和虎的生存威胁也对咧增加。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перейти границу и привести к массовой гибели кабанов, основного корма для тигров России. 印度是伫世界虎仔日这一天公布4天一届的虎的普查，4天来当地野生虎数量增加33%，对2226只增加到2967只。印度变成全世界上安全的虎栖地之一。印度政府对15年前开始关心虎的数量大减的问题，并且分化国家公园做保育工作，立法规范逮虎就是犯罪行为等等。实际上，印度虎伫咧将近半世纪进前的生存情形真歹。1970年代，人和虎的冲突增加，松纳草原等等栖地大量减少，人类嘛和野生动物像讲虎也是像杀害。根据政府资料显示，每天至少有1个人和虎也是像杀害。这两种动物，如果是印度比例上多。What is important is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to manage this coexistence interaction. Whenever tigers are dispersing through landscapes which are crowded, there has to be more proactive measures. 不过，印度东北部和东部的赤地斯加尔省，虎的数量比2014年较减少，松林栖地缩小，虎的生态环境真脆弱，有可能是主要原因。另外，虽然无经过证实，到这阵有人认为象牙、虎骨是珍贵的中药材，有部分地区有人咧非法偷掠。记者综合报道。今头倒来咱国内政治的消息，咱来听韩国瑜甲苏贞昌一句来一句去。之前韩国瑜是批评讲家己甲蔡英文对战，袂输亲像是水果刀啊比西洋枪。苏贞昌是讲炸刀啊是违反规定的爱掠，昨韩国瑜就挑工摕刀啊切水果，叫苏贞昌紧来掠。苏贞昌却应讲韩国瑜即马规喙拢酒味。不过韩国瑜是讲，自从伊做高雄市长了后，就毋捌酒醉过啊。哎呦，好，拿着水果刀就请苏院长来逮捕我吧。韩国瑜摕水果刀啊伫切水果，各家行政院长苏贞昌，因为进前韩国瑜讲家己的选举资源甲蔡英文比起来，根本是西洋枪对世纪水果刀啊，想袂到苏贞昌出来甲伊应讲，若是真正要炸刀啊，就要依法来处理。苏贞昌院长实在连基本的幽默感都没有。讲话都是酸到不得了，大家都懂得幽默，只有韩市长不懂。但是
讲话老是江湖味，开口就是酒味，这也就不好。互相加讲，对方袂堪你讲生笑，看到韩国瑜跳过伊表演切水果来改伊，苏贞昌嘛毋是塑胶做的，摕解决的话题来甲呛。国民党自己的中评会主席团要求要戒酒，这真的破纪录，我们也真的开眼界。身为高雄市市长，在这个职务上，不可能喝醉一次都不可能醉。有时候唱唱歌，有时候原住民的舞蹈，这都是一种快乐，不要把它想到好像去酗酒。韩国瑜强调讲，啉酒应酬，干就是要制造快乐的气氛。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呼求的人选是大家拢真注意。包括外界点名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表示，已经同意来做国政顾问团的总调，互韩国瑜去找更较适合的副手。若是国民党目前的整合危机，就是郭台铭的后一步。若过分正义老虎军团发起联署，就连郭台铭因太太的这伯阿兄嘛伫南投号召要支持郭台铭主动来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不只有南投的部分，有蛮多地方的人也有一直不断发出做组长的声音。那我想，各式各样的党人也都有，没有任何的讨论是有关于这个事情。郭台铭2020的动向不明，啊，毋过伊人伫咧国外，佮特别铺人面册来讲健康的产业，佮讲真思念台湾。互伊的马总真辛苦，到底是要回应支持者真热情的消停，还是要选择离开国民党嘛？一直受到大家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外界嘛拢在问讲，台北市长郭文哲到底敢有要选？即马有风声讲，郭文哲若是要加若是要选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就要出来争取台北市长的补选，两个人有要合作。也毋过郭文哲昨是表示讲，因两个人其实已经真久拢无见过面啦。台北市长郭文哲千万住民的衫，甲上站伫台顶比手达，算甲真欢喜。啊，毋过想到到要参选2020总统，郭文哲一直无互大家正确的答案。即马都有桃园市议员表消息讲，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打击备案真险，啊，毋过煞拢无来批评郭文哲，就是因为伊要甲黄国昌来合作。若是要参选总统，黄国昌就准备要卡台北市长的位。我很久没有看过黄国昌了，不晓得，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他，然后看他合作什么，我不晓得。如果他来选台北市长呢？我都还没走，你们就人家哇这阿哥的嘴，你们都已经在想。讲到甲黄国昌合作，郭文哲是滴滴嘟嘟，就连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到底是要过官配，还是革命第三势力？面对媒体问话，郭文哲嘛是共款，三两个也就甲准过。不是、每一个要选的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又不是只有我才会问的话。这个是这样的哦，这个我也不晓得。郭文哲强调讲，一切等郭台铭倒来才去讲。郭台铭的幕僚嘛讲，甲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有联络。郭台铭回国了后，嘛会举办卖奖见面会。各种的动作嘛，互人想到讲，当来初选失败了后，郭台铭真积极伫找2020东山再起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那总统蔡英文昨是继续拼外交，伊接见美国甲英国的议会访问团，希望台美、台英的关系拢会使深化。啊，毋过中国即马阁对咱的友邦的下手，对所罗门群岛爱因挖向中国。咱外交部有回应讲，免烦恼，因为咱台湾甲友邦的关系真在。这个美国加州众议会议长纳杜安，一日人来台湾参访，总统蔡英文前表达感谢，因为纳杜安唔来台湾教英文，佮真支持台美关系，佮真照顾加州的侨民。台湾是加州全球第7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双边的贸易金额每年达到200亿美元。那台湾的企业对加州直接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84亿美元，期待未来我们在各个领域关系可以更加的紧密。这个美国议员团来台湾考察高铁等基础建设，蔡总统嘛感谢美方伫出访过境期间予伊的礼态。蔡总统7月30日嘛接见英国议会团，希望台美甲台英都会当继续互关系变亲。那么为了持续推动双边经贸的发展，我们希望能跟英国尽早针对未来洽签台英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双边投资协定展开先期的磋商，共创双赢的局面。英国新任首相强生上任，蔡总统嘛希望讲双方会当有更较侪交流合作，要来拼外交成果。啊，毋过最近友邦所罗门群岛传出讲要甲台湾断交，当地媒体佮报道讲，中国国外已经表示愿意甲所罗门交往，就等待外交转向中国迄边。
请大家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台湾跟所罗门的邦谊基本面是稳固的，那各项合作计划也是进展的相当的顺利。外交部强调，讲台所关系真稳定，与所罗门政府进前组成专案小组，要来检视外交关系，预计伫8月份去中国，而且嘛规划要来台北。确定的时间点，所罗门政府还未决定。毋过外交部表示，目前嘛是会继续拍拼两国合作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东关欠医疗资源、欠专科医师，这部分已经毋是新闻啦。民众要看病破病去互医生看，拢介无方便。也毋过呢，按这个月开始，地东县政府因为争取到3000万，要来补助在地病院，请心脏外科也有感染科的医生去台东。台东县长期欠缺心脏外科医师，6年前嘛，才有一位心脏外科医师愿意来马街台东县医服务，但是无法度24小时驻诊，敢若当主文开刀，造成真侪需要心脏手术的病人爱去外县市看医生。毋过对这个月开始，台东县政府争取到花东基金3000万，提供马街台东县医会当对外县市的病院聘请心脏外科医师轮流驻诊，互台东的心脏病患者除了已经有完善的心导管手术治疗之外，又阁有24小时的心脏外科医师会当随时抢救性命。原则上来讲，他一年差不多手术量超过40台左右。那当然是因为在早期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 stand by， 那未来我想这个数字一定会增加。台东县卫生局今年阁发现，台东西药剂的病患对600外个人增加到强要800个人，爱滋病患者的年纪嘛有下降的情形，但是欠药剂科和感染科的医师，这个做伙提供予台北荣总台东县院聘请一位有药剂和感染相同专科的医师来助诊。洗肾的比率高，所以我们也跟东荣做了沟通之后，东荣说希望我们来协助他一位肾脏医师以及我们的感染科。卫生局表示，9月份过有进行外科医师，年底嘛阁有肿瘤放射科的医师加入，医师人力会偷偷保护到。未来5冬，中央嘛继续支援经费，互台东的7间病院有更较侪专科的技术和团队，去引专科医师来台东解决偏乡医疗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丰原有民众伫网络顶头，伊去参加一个旅游中人办的国内旅游，也毋过呢，要出发迄一天才临时临了互取消，伊要退钱嘛，过程嘛是哩哩落落。小保官即马就表示讲，假使乡亲参加即一款的旅行，一定爱先签定型化契约较妥当。一群人欢欢喜喜出去佚佗，所坐的超有正百个。台中市丰原区民众透过洗出来中人组旅行团招团出去佚佗。毋过最近去互投诉讲，洗出来中人愈今年4月底开始出团的状况都无正常，而且有的人搁到要出发迄天，才知影讲规团去互取消。然后他都没有询问，我们就直接说取消。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当时就跟他讲说，那我们12个人愿意取消部分的行程，还是一样出团。那他给我们的回复是说，已经满了，没有办法。被害者日量密切指出，真侪人是透过招团来参加洗出来中人的旅游行程，包括国内旅游也有外岛行程。毋过，一个洗出来中人到今年5月份互取消的行程都有10外团，累计欠的金额嘛超过12万。民众想要退钱嘛，互伊安尼一直钱。他办的行程大概就是1日游、2日游、3日游，游览车揪团的这种形式最多。都是国内吗？都是国内啊，但是也有到澎湖、金门的哦。消费者只是跟一个私人达成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的内容，其实万一业者不履约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能寻求民事诉讼啊、消费争议这边来去协商。经过协商，这个洗出来中人已经甲今年5月20进前欠的钱豆豆摕回去，毋过摕回来钱还佫有争议，还未解决。消保官表示，这个洗出来中人毋是合法的旅行社，嘛毋是品保协会成员，干会当用消费纠纷来协商，嘛呼吁民众网络招团出去佚佗有一定的风险。毋若爱选有品保的旅行社，嘛应该爱有定型化契约甲行程，才会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好佚佗，台南府城嘛有真侪景点。泰国钓具旅游节目来咱台湾翕完了后，登去放送，这收视率是下叫。台南市政府就统计讲，2008年新南向18个国家旅客来要260万人次，比2016年增加45%。不管是赤坎楼、新农街等景点，还是台南知名的冰果室，全部拢出现伫这间影片当中。
แหล่งเรียนรู้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ของชาวไต้หวันกันต่อครับ泰国影片的团队，伫今年4月份是主动来问建议的景点，台南市府嘛全力来协助，包括赤坎楼、安平天后宫、安平树屋，这处入面的景点拢启用翕入去，大大是提升台南的能见度。台南市府观光局局是强调，根据交通部资料统计。今年就半年度，泰国来到台湾旅游的人次是达到20.5万人，甲去年同期比较新涨3成。而台南市府嘛前往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来宣传观光，对这次合作就会使看出成效。协助这个翻译跟地陪的意愿，那也有主动介绍一些我们台南的景点跟特色。那之后电视台评估下来之后，觉得说台南是真的很。是一个值得去深入报道的地方，所以他们决定就是之后所有的全程拍摄都在台南这样子。但是观光旅游局是讲，2018年新南向18个旅客人次是已经达到259万新冠，比起2006年增加45%。未来除了加强伫当地泰国当地宣传之外，更会加紧脚步完善旅游的环境，让外国的旅客感受到友善的旅游环境，甲台南独特的城市风情。记者王静云台南报道。电风上头来看高雄喇叭底公园，这树仔顶头是出现真侪福寿螺卵，有民众就讲，可能是进前高雄做大水，福寿螺才伫咧树仔放卵。规丛树顶拢是福寿螺卵，数量侪甲，互人看到就会惊。民众讲，因为719高雄大淹水，当地水无退，才有福寿螺伫树顶生卵。30下晡登去现场，树顶的卵已经用清除，该人淡薄看到粉红色粉荚，暗过草坡内底也是有真细。前阵子下完大雨以后啊，很多啊，因为它这边都积水啊。是哦。对啊，就只有这边那个在电箱上面。湿气相当，福寿螺的话是每一年都有啊，每一年当它爬上来的时候，我一定爱来给它除掉。有民众讲，即摆719公园之水，这几天到遮散步，冇看到福寿螺。暗过市府回应，民众指控这水伤久无退，才有福寿螺生卵讲法是唔对的。因为喇叭底公园过去种林甲，恐惊早就有福寿螺。公园即马阁有生态池，加上福寿螺的休眠，有可能是最近雨较济才会出现。凹石底那边本来以前就是一个菱角田，然后想谈的福寿螺在台湾里面很多的水田都可以看得到福寿螺嘛，在干旱的时候它有些螺体就休眠了，那下雨来的时候就跑出来，然后做繁殖嘛。高雄农改场讲，喇叭底公园的福寿螺以相片来看数量无济，那福寿螺是毋是喺树顶生卵，甲这水无退，并无相大关系。该人讲，福寿螺卵要孵化，确实要有水，但是无水，嘛会无法度孵化，就会自然死亡，民众免伤过烦恼。那公园内底福寿螺卵嘛，袂影响生态，若是要移除，建议将卵底互破就会使，免喷药啊。记者综合报道。金门高粱真有名，台南农改场经过9年打拼，最近新产品高粱台南7号、甲8号，甲大家见面。看到一阵风土高粱田来吹过，家己摕来结酒，就会当变做拿像透明的钱高粱酒。毋过国内种做的面积较小，大部分拢伫咧金门。嘛因为高粱酒的原料有96%落拄国外来进口，台南农改场经过9年的打拼，研发出唔惊苦，会当冻白糖，而且更唔惊做水的新品种。台南7号，还有台南8号。从种到收都不用灌溉，比起水稻来讲的话，至少它1公顷是可以节省1万公吨的水资源。前期耐旱，后期梅雨季的时候，它又可以耐梅雨。台南农改场希望讲新的高粱品种会当推销去中南部落涵的区域，希望农民改进这种用水较少的作物，一边会当减少政府收购公粮的压力，毋过另外一方面嘛会当提高高粱的自给率。如果能够推广在黄金廊道的话，那边的话是最重要的，因为那边是节水很重要的地区哈。我们希望它能够节水，又不要这个地层下陷这样。新品种的结酒出酒率会当到42%到49%，比以早日做饲料用的高粱，敢若35%比起来，7号甲8号2个品种分别适合伫咧早冬甲晚冬。假使讲会当成功来推销，农民1公顷阁会当得到补助69000块，而且阁加上作物的收入，会当比政策的利润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的图书馆特别邀请老师来教乡亲四句联，想要甲台语的四句联豆豆啊找回来。
这些老大人对老师拿吟诗、动作拿笔，看起来拢学甲真欢喜。而且真侪阿公阿嬷当初时是小少来学，一学就学几若冬。吟诗都有兴趣的，嘿，囡仔是听人吟，啊个电视迄个做钱来也无吼，伊吟诗感觉足好听，所以我对这足有兴趣的。学员唔单单有老大人，佮有袂晓讲台语的学员，嘛对阿公同齐来上课。对，今天其实我是陪我外公来的，然后还不错啊，就是可以和长辈一起这样听这个台语诗歌。本身嘛爱吟唱四句联的德山店长讲，因为看到这个优美的传统文化会豆豆啊流失，特别办四句联的课程，希望更多人体会台语诗的水。让这样的一个文化能够在竹山鹿谷地区能够长长远远久久的一个流传下去，这是我们期待的。记得老师嘛讲，除了会晓认捌平声、坐声和日声的发音，上重要的是要安怎透过吟唱表达出诗的意境。除了来研究、来欣赏咱古早诗人因遮的学问以外，过来就是要互你会当来体会、来应用，互咱的生活过了会当更较有诗情画意。老师讲，透过吟唱，唔但会当了解古早人诗句的意义，嘛会当排解家己内心的情绪，消透生活中的感触，互家己的生活更较有意思。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嘛出德啊，社区嘛有开课教乡亲德变，希望这项手艺会当代代相传。用一片一片的竹仔配合溪水深浅的变化，变出多样。南投德山中家社区的大人囡仔拢斟酌咧变米啊，变米啊是德山的传统技艺，马孙啊拢算甲真欢喜。虽然是这竹仔是咱德山的特色吼，但是我嘛唔捌用过嘛，袂晓啊。拄好社区有办这，敢若真有意义，互阮会当来学这吼，食到老啊，再来学这变米啊，变甲大家拢真有心得。暑假社区老师带我们来编组编，我觉得很开心。德山出竹仔早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不管是要做篮、椅啊，也是刀啊，变米啊应用真快。即马这项传统德变的技艺，豆豆啊流失去。产业虽然无落，也毋过因为有工业发展中心的帮衬，中期社区开设变米啊课程，希望这项技艺会当继续伫德山人的生活当中流传。今天编的就是一个斜纹编里面的回字编，好，要请阿嬷跟小朋友一起来同乐。从这些编法当中，一直把以前的记忆找寻回来，至少让他们了解说这个竹编艺术呢，是我们竹山的一个很久的一个产业。大家开始学变米啊，手袂关系，有的学员反映手会疼，也毋过真好耍。大人囡仔为变米啊的过程当中，看看家德山的产业文化，也有生活记忆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大边国小是恒春半岛唯一有囡仔野球队的国小，公司台期台青春等的梦下午10点，带乡亲做来看这场囡仔的野球梦。当前，伫屏东县教养国小棒球队解散了后，附近的大边国小成立棒球队，伫屏东南部甲野球的协会团落去。阮棒球队呢，其实有的囡仔呢是家己最有兴趣的，毋过嘛是有一部分的囡仔其实是咧家长嘛较有兴趣，甲送来拍球安尼，较豆伊家己较有兴趣。即马目前有一部分的囡仔是家庭的功能无健全的，伊就算讲来带伫阮学校，来因为来顺续来学棒球。规间学校为校长、老师、教练、家长，佮有一寡特球员的支持者，因透过各种方式，互球员各种的关怀和照顾。住宿的学生就是因为父母亲不在身边嘛，我们就会稍微关心一下，他就是早餐有没有吃饱啊，然后课业有没有需要帮助啊，然后有没有被欺负啊之类的。虽然训练过程是真辛苦，不过游玩无法度暗藏囡仔对棒球的热情。上简单的，你有想要去拍职棒，你想要赚大钱，你就爱平衡较可怜。我也刚刚小朋友喜欢当下也喜欢单，就是只有梦想而已啦。但是我觉得武器的梦想在支撑一年为我刚刚，这也是他们前进的动力。比赛成绩有好有歹，有快乐嘛有目屎，未来路也阁久长。
一定囡仔的梦想嘛都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NYO Jazz 美国国家青年 Jazz 乐团是美国上届顶尖的少年音乐家，因来台湾头一站就是去桃园的武陵高中做音乐交流。用轻松的方式在咧舞台顶演奏。NYO Jazz 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的团员，年纪只敢若16到19岁，是全美国上赞的青年音乐家。每一个成员即兴表演的能力拢正强，也当正紧就甲其他团员的表演相接起来。台顶的表演正精彩，台下的普歌声也拢无停。我们就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就不会局限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面，然后学习到很多。即兴对台湾人来说比较少见，非常有趣，非常难。但他们在16、19岁这个年纪就能就是做到这样的标准，我觉得非常厉害。NYO Jazz 2019亚洲巡回演出第一站台湾，新第一遍来台湾，第一站就到武陵高中进行台美青年的音乐交流。台湾学生也去民谣联曲、丢丢东下、天鹅乌、望春风，精彩演出会现。And we're very excited to hear the group of students here perform.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exchange of cultures and ideas. It's going to be really wonderful. 今天我们的曲目也选择了有关台湾文化意涵的一些音乐，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促进双方对彼此的文化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跟交流。学校讲，透过交流，除了希望会当用音乐来交朋友，也会当增加学生演奏上的风格，同时会当培养更加多台湾上赞的青年演奏人才，走上世界舞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的天气，一个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北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外岛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什么来做酒馆？今晚准备吃新牛车啦！咱准备打包小头小蛋，你若是等无话，就你上钱。你若落大包火车头哦，菜市有人有兜我后面啦。酒馆呢？我一定会想办法，我去跟你配合。这个2个放桌，这个就这样的，我来给你。谢谢。过来我再想办法。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辛苦要请我关店了，到底。只要心情已了解，愿意好天也风台，对心上天。叫你来这些人嘅。亲恩只要用心来打拼，创造是东风。我买几包嘞？你们走啊！哎。手过着好将来。听住舞台，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日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
来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日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看到全世界敢若剩咱汉阳集团，我哋足少人用这种现代乐团。伫江中灯饰，伫无顶走跳。大北港18条团圆，一个手势，一句戏文。啊，讲有讲啊，这咖喱鱼无论如何一直在传的啦。一声歌调，一段青春。阮这代爱伫传统戏曲生活吼，开始讲真困难。戏出哪人生，人生哪戏出。公司台语台，台礼拜四暗时10点，请准时收看《半戏人生》。的用法和什么代志有关系呢 ？A 是巴豆啊 ，B 亲像比球头 ，C 敢若食食物去夹着。我感觉是 B， 唔通受济啦，就是甲是巴豆啊有关系。第二是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啊，你鼻头鼓起来，咁快个都水小诶。水，拜一到拜四暗时8点，公司台语台，全家有智慧。这是公司台语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坎坎坷坷世间路，感情的路手相牵，同心同命同脚步。缘分的路咱相等，人生的路斗帮助。时间是无过去无地土，把握青春行家己的路。不惊天顶云外乌。惊出我人生的艰苦，只要有你的鼓励，同甘同苦相照顾，一生最爱你一人，一心献予你一人。只要心情你了解，愿意好天也风台，人生3分天注定。7分只要用心来打拼，创造成功好名声，看你的手过着好将来。哎，收掉，拍谁啊？等下再谈。谢元啊，我有一笔钱让他们当赌资给没收了，你能不能跟他们商量商量，把钱还给我？你即摆是讲对啊唔对啊？你是脚长手底有按底的人呢。今仔若唔是我有够力，你也有法当出来哦。搁什么讨钱？哎，你这话不能这么说，那钱是我女儿的汇钱呐。我啊，你唔甘愿
无你家己去讨啊！这简直就是土匪，插头！啊，大贼夹小贼，留伊夹目仔啦。恁哦，当作手气歹，跋输囝啦。啊，当伊看是要剃头，还是食猪脚面线，过一下运量安尼就好啊。哦，啊无咯，啊交警去互底无啊抢去啊，啊这代志啊，爱海星大负责啦，对嘛？对。无问题，无问题。恁每一个人交通偌侪钱，内场拢有记账的。到时我1到5年呢，一定甲恁赔甲到。多谢多谢。好，这就歹势啦吼。好，袂袂，无咱来做行。海星大个，啊你这摆哪会遮无细哩啊？啊看头还是目睭囥裤底哦，啊是安顾甲去互底无啊走伊啦。算讲是了钱过运啦。最近有一个算命甲我讲我犯了小人，一定是个妖婆啊，甲我插空的。哦，安尼这个人好打哦，敢甲你海星大个背好手啊！冤有头，债有主啦。伊敢唔惊我死，我嘛唔惊伊无命啦。谢议员，这段路哪里了？无啦，但我之前毋是讲过，民意代表就是为民服务啊，这无算啥。无我先去咧。是啊。对，这个明明的这个议员，你比几比过？这个干事啊，伊乌空会补困，我是惊有一天呢，伊家己乌空家己大。有志啊，你嘛较拜托，啊酒伫车头酒规暝啦，啊唔知的人吼，叫是你来台北，我咧做同乡拢无甲你照顾。我就想讲，手办无伫家已经找到头路啊，所以你是无法度来，啊，毋是才来后夜找我啊。等下天光啊啦，我甲你讲啊，人要找身体袂爱顾，啊若无吼，你身体袂堪的吼，啊倒落是要找手办啊。同志妹，我敢会当暂时等你遐大几工啊？等我找到手办啊，再另外找所在大。300啊，咱就搁讲，无你要留遮做罗汉卡，留我遐休困，等困到8面哦，